4月15號啊，第137屆廣交會咧喺廣州開幕，但喺本月初咧，美國總統特朗普先啱宣布要大幅提升美國嘅進口關稅，引發咗全球範圍內嘅貿易戰，為世界嘅經濟咧帶嚟咗極大嘅不確定性啦。特朗普認為啊，依家世界各國特別係中國賣俾美國嘅產品就太多啦，而購買美國嘅產品咧就太少啦。但係啊，可能好多人唔知道嘅係啊，早喺240幾年前咧，正係美國主動派出商船前往廣州採購中國貨，開啟咗中美貿易嘅第一單生意噃。1784年啊，美國啱贏得獨立戰爭，為咗盡快打破英國喺歐洲對佢實施嘅經濟封鎖咧，美國就派出咗中國皇后號喺2月22號從紐約啟航，船上咧就裝載咗花旗參、毛皮、棉花、鉛同埋價值2萬美金嘅銀元，駛向萬里之外嘅廣州。呢艘商船咧原本係由絲掠船改裝嘅，但係佢命名為中國皇后號咧，顯然就有討好清朝皇室嘅意味啦。橫渡大西洋之後咧，佢哋喺非洲西部嘅佛得角群島休整，再兜過好望角，穿越印度洋，進入南海，最終喺澳門咧就取得咗清政府嘅許可。航行歷時半年之後咧，喺8月28號咧就抵達咗廣州嘅黃埔港，成為咗美國建國後首隻抵達中國嘅商船。入港嘅時候咧，中國皇后號咧就鳴禮炮13響，象徵住美國啱獨立嘅13個州。船長格林喺航海日記之中咧就寫到啦，中國皇后號好榮幸咁樣升起咗喺呢一片海域，從未有人升起又或者係見過嘅第一面美國國旗。佢哋喺廣州13行賣出貨物之後咧，又採購咗大量嘅茶葉、絲綢、瓷器，再次啟航啊！歷經半年，終於喺1785年嘅5月11號順利翻去紐約。呢次中美首次直接貿易咧喺美國國內咧就引發咗巨大嘅反響啦。多家嘅報紙咧都爭相報導，稱佢為一次有遠見卓識、成果豐碩嘅航行，亦係美國商業史上嘅一個里程碑。中國嘅貨物咧喺美國亦廣受歡迎啊！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咧甚至寫信親自列出清單，就請老友代購中國皇后號帶翻嚟嘅絲綢同埋瓷器添。中國皇后號嘅成功首航咧，從長遠嚟講咧，係美國邁向世界強國嘅重要起點。當時咧，美國嘅人口啱先得300多萬，國土咧亦僅限於東部沿海。為咗擴大對華貿易啊，美國商人咧就遠赴西北海岸，向原住民咧收購呢一個海賊皮，再運翻廣州高價出售，以換取中國嘅絲綢、瓷器同埋茶葉。佢哋喺西海岸建立碼頭、設立商站，甚至係購地定居，為日後擴張西部領土咧就埋下咗伏筆啦。反觀當時嘅清朝咧，對中美貿易嘅重視程度咧就遠不及美國啦。一方面啊，乾隆時期嘅國力咧仲係比較強嘅，對於啱獨立嘅美國咧並唔重視；而另一方面咧，海關關稅喺清朝財政之中嘅佔比咧就並唔算高。加上啊，當時咧佢哋對世界嘅認識咧亦係極其有限，好多嘅官員啊，甚至都唔知道美利堅究竟喺邊一度。中美貿易利潤豐厚，好快咧就喺美國掀起咗前往中國嘅熱潮。到廣州貿易嘅美國商船咧就越嚟越多，到咗1801年咧就已經係增加到34隻啦。唔少嘅美國人咧都將廣州視為東方黃金地，甚至將佢嘅英文名 Canton 咧用作多個新興市鎮嘅名稱。據學者啊喬治斯蒂華特嘅研究咧，美國多達23個州裏邊咧都有以 Canton 為名嘅城鎮或者係鄉村。值得一提嘅係咧，當時嘅美國人咧係並唔清楚 Canton 究竟指嘅係廣州城咧，定係廣州府，抑或係整個廣東省。佢哋往往係混為一談嘅。但實際上啊，佢哋嘅活動範圍咧僅限於廣州城外，所以所稱嘅 Canton 咧，本質上就係指依家嘅廣州城啦。隨住對華貿易嘅擴大以及美國領土不斷向西推進，美國人就開闢咗太平洋航線，並發現咗夏威夷，將當地盛產嘅檀香木咧就運翻去廣州高價出售。後嚟啊，夏威夷成為咗美國嘅一個州。當年旅居當地嘅華人咧就稱嗰度為檀香山啦。自18世紀90年代開始咧，美國對華貿易咧就迅速發展，短10年啊就躍升為中國嘅第2大貿易夥伴。
僅次於英國。美國第21任總統切斯特艾倫阿瑟咧都曾經講過，美國嘅財富同埋國力嘅擴張咧，主要係得益於早期美國商船對華貿易。240幾年後嘅今日咧，中美貿易早已經從最初嘅互補交換發展為深度交織嘅全球供應鏈網絡。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則雙贏，鬥則雙輸。正如好似廣東人經常話齋嘅，做生意嘅嘢唔掂，咪傾到點咯。我係李靜文，希望你睇完呢條片之後可以點讚、評論同關注。呢個唔單止係對創作團隊嘅鼓勵，更加係對粵語文化有力嘅支持。